该咖啡品牌今年初才拄伫小北亚开幕，虽然拄到疫情打击，不过实力坚强。现在因第2间分店，搁要伫旧城区开店，进驻日本时代元旦邮局。同时选定99中央节盛大宣传，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等侪民代，以及男女中校友会、校友自由会拢出面祝贺，场面盛大。业绩长虹，长长久久。想到王董事长，想到比菲多，就想到健康，所以我们克美多咖啡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品牌。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变成台南美食的指标之一哦。那很多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东西要好吃又营养，第2个因素是 location 要好。像这个 location 哦，如果台南这个 location 如果说不好，台南市找不到好的哦，所以这也见证了王董事长的眼光。那第1家开完，现在就有第2家，第3家的名字都想好了，马上就要开第3家。我们希望我们希望说，将来一定有更多的克美多能够跟台南市民见面那而且不仅要打台南杯，也要打全国杯这个品牌要推出去。那希望说各位好朋友都能够来到这边，也祝福大家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哇，这个太棒了！我们附近所有观光景点都在那里面林百货全部都走的美术馆你要去天公庙拜拜拢伫边仔呢。台南的美食街就在这附近这会当来这所在开咖啡店哇这卖讲一定大赚钱啦确实可以提供给所有的游客所有的市民一个非常好可以就有福气的啦尤其这家咖啡店它也在日本是非常出名的连锁咖啡店这你也有去日本佚佗观光哇。他们在日本也做得非常非常成功，那今天能够引进到台湾到台南来，我那里替你感觉真欢喜。根据了解，这个地点不只是有历史故事的观光区，现在厝头家嘛是电信公司，透过基邦珠山外环合作，变成日本式的复古咖啡厅。用红砖下的文化石搭配红色西洋的碰椅，甲欧洲风格摊花，要让客伫轻松自在环境来用餐。我想可能这段时间经历了整个疫情最严峻的一个高峰期，但是我想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我们克美多咖啡的一个发展并没有因此而减缓，反而是持续的有在展店。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王董事长这边对于我们克美多这个品牌的一个支持跟信心。所以在这个小北店开幕大受好评之后，很快的，我记得好像大概是2个月左右，就选定了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民生店的一个店址。那也因为这样，让我们可以有很快的机会，很快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为大家来做更多的一个服务。开幕记者会中，包括知名职棒选手赵世强嘛前来捧场到赞声，甲大家做伙伫这个充满历史回忆的所在，感受日本味的早餐文化。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